超雲認同山聰約會。反而因為呢段咁樣嘅緋聞，仲反而會多聯絡咗原本就係真係好普通朋友，即係會 SMS 下，會有出去食過下飯咁樣，一次兩次就係咁多咯。同陳山聰拍拖緋聞搞到全城熱話，超雲除咗喺微博，前晚仲喺有線娛樂台反擊。因為我覺得呢樣嘢太過影響我嘅個人名譽啊！因為講真老實，我絕對唔會供養任何一個男人。仲話傳招呼陳山聰嘅陽明山莊唔係媽咪嘅物業，車出車入嘅寶馬都唔係何家先有。爹哋媽咪當然希望盡快平息呢一件事件啦。你哋再咁搞法呢，我真係唔使拍拖啊！呢世我嫁俾傳媒算㗎啦。咁同山聰有冇機會發展啊？如果我話完全冇又唔得，咁但係我話有，你哋有好多聯想，咁係即係唔定咯。講真。哇！你咁講完，我哋冇聯想唔緊要，最正係山聰家陣已經充滿遐想啦。